各位觀眾大家好，又嚟到子華馬出嘅時間啦。咁剛剛完成緊10場嘅沙田賽事啊，又同大家跟進馬上面傾傾騎師表現啦。先同大家講條跑道先啦。咁嚟講咧，C+3跑道啊，咁啊當然啦，斬開兩 part 啦，泥地同埋草地啦。草地嗰 part 咧就好明顯啦，咁多場都破紀錄嘅，證明個地啊癲咗啦，係咪先？唔係隻馬特別叻嘅，就相信到地做嘅時間特別快。咁所以咧贏落去，哇勁喎叻喎咁樣，呢啲咧絕對係大忌嚟嘅，大家要小心啲，因為個地好影響咗今日成件事。咁當然啦，大家眾所周知，好地至快地，應該都會嚟一啲前置馬咁樣。但係今日嚟講唔係喎，因為原因一樣嘅啫。因為千二米咧，其實得一場嘅草地度，1400啊、1600啊，甚至再長途啲嗰啲咧，其實係有權咧，即係大家知啦，冇咁理前置啊嘛，嗰個天然嘅跑道問題嘅。咁所以其實咁樣千二米咪就係嗰隻叫做咩啊？營造組倉擺喺前邊咪到咗咯，係咪先？咁所以有時候啲偏差咧都有啲分嘢喺度。咁當然咁嚟講咧，前提下必須唔該先慳咗先啦，C+3萬嚟啊嘛，都係咁樣先啦。咁啊，就一二跌會好啲啦，早啲攞3位出去就唔會俾人封住咁樣咯。泥地方面咧就逐場計算啦，因為咧不斷喺嗰度出水車，我都唔知佢幾時出啊又成咁。大家知一出水車咧，其實都偏向都係越嚟越嚟前。咁所以有時候咧拗晒頭啊，百進巨星啲馬唔放啦，自強不息啲馬唔放啦，咩潘頓嗰啲天天同樂真係放啊！咁有冇搞錯啦？係咪先？即係幾特別嘅，有時候都即係有啲馬應該走噶嘛，最佳跑法都係走啦，啊竟然唔見咗佢哋，變相就輕鬆贏2個幾馬位，又冇咁巧咧嚇。咁泥地又比較難捉摸少少啦。最主要一樣嘢啫，就唔好好似田泰安咁樣咩只跑得嗰啲咧攞特別，呢啲係非常笨柒嘅跑法嚟嘅泥地都。咁大家知之前泥地田泰安跑得好咁咪就係早啲揈出去啦，攞3位嗰啲啦。今季咧少咗呢啲鏡頭啊，幾特別嘅喎！你睇下少奶跑嗰隻得心之魚。幾醒一早攞定3位啦，係咪啦？都費事你封鬼住，因為泥地大家知啦，封住更加唔好啊！寧願走蝕少少，其實都冇問題嘅。隻馬泥地性能 OK 就 OK 嘅，呢啲咪 good 咯，係嘛？田泰安呢啲咪戇鳩咯。好啦，咁啊騎師方面咁嚟講咧，就潘大哥60分係非常好啦，咁都冇咩好講啦。操盤手操佢咁熱，加埋落飛袋落埋飛添，咁變相就場都搏啦，係咪先？當然場都搏啦，梗係 good 好啦。不同世界有目共賞，呢啲咪唔係搏咯？你睇到啊，係咪先啊？不同世界離晒譜，直頭都等陣再講。另外希威森嚟講都唔錯嘅成績，雙面都咁我就同大家講啦，早飛嗰陣啊，留意希威森同埋阿潘大哥咁，結果今日嚟講兩位都叫做唔錯嘅成績啦。尤其是希威森咧，又要領先傾得贏啊，不過咁輸俾巴道冇嘢好講啦，我重心嚟啲要領先都，因為我搏嗰隻有目共賞咧。釘啊嘛，係咪先？即係忽然間新歌換咗潘頓啲馬，我就麻麻地嘅。反而姚領先功夫做足條跑，有試閘又夠幾課操都係希威森去操，成件事對版好多，結果都咁都贏唔到，真係慘。另外咁嚟講，艾杜拿同田泰安啲飛就死㗎啦，睇騎師王。尤其是艾杜拿咧，理論上呢手馬應該要熱啲啦，咁又嗰啲英俊飛區，又嗰啲希志寶啊，又龍川鳳啊，英勇快車啊，跟住至尊高超，哇！真係話一隻咁樣，佢唔跑咧，大家都可以睇得出嘅，唔跑咧咪好似英勇快車咁樣，哇！搶晒口啊，跟住又劈來劈去揾唔到位啊，嗰啲呢個咪艾杜拿咯。其實佢醒㗎，臨尾搏至尊高超咪一早外度咪 cut 咗埋去咯，兩個人嚟㗎，睇英勇快車同至尊高超真係兩個騎師嚟嘅，不過咁。正都係艾杜拿嚟嘅，嗰個都特別㗎，呢啲奇景即係香港先有，我相信都。練馬師方面咁嚟講呢就平頭啊，賽後同埋羅富全啦，咁啊大家都係30分咁樣啦。賽後應該要好少少嘅，都冇乜補充啦。即係你有目共賞冇嘅，英勇快車冇嘅，魅力寶區冇嘅，都已經冇咩好講啦。另外咁嚟講就系統啦，3人組啊，蔡羅容啊。其實都唔錯咁嚟講，都頻都有搏下馬，尤其是容天鵬啦、肥仔精神啊、雙贏啊、不同世界啲馬都有飛嘅。咁你唔計佢入位嗰3隻啦，係咪先？其實今日嚟講都尚算開下工咁樣嘅。其他就冇乜特別啦，一場半場，因為葉初昂嗰啲光明傳承做好嘢擺一場㗎啦，係咪先啊？希斯嗰啲實力哥嗰啲又搏一場啊咁樣，冇乜話整體話真係好連貫咁砌落去咁樣咯。好啦，咁嚟講咧，直入正題啦。咁當然啦，好多人都係事後講潘大哥，咁都同大家講一講潘大哥啦。咁潘大哥咧，咁就睇嗰隻不同世界，就真係睇到眼火爆埋噶啦。咁啊睇佢咁樣跑啦，藍色衫呢就戴住個面箍，就不同世界。留意下後少少紫色衫就紫荊歡呼，佢同佢爭位置嘅，因為南區之星咧同埋至尊高超已經打得咗噶啦，都冇咩好講。但係睇下潘頓啲邊，打2-3邊，哎呀棘住添，又掹翻嗰邊。你睇下紫荊歡呼，人哋個勢，人哋啲騎功，人哋啲落力程度。哇！真係落力過你潘大哥好多咯，大佬。講緊不同世界唔係200倍嘅馬喎，係22蚊嘅熱門喎。
喂，連 pace 都唔俾人啊！呢啲真係攞撚晒命。咁當然啦，賽報告唔好意思啊，冇乜嘢特別嘅啫，係嘛？咁啊對比翻啦，其實睇翻佢嗰場大利好運嗰場賽事啊，佢俾富裕君子撞完之後咧，你睇下，咁啊即刻咧都好整以下啦，撞咗出去，哇啲邊冇停過，你睇下呢啲咪叫搏馬咯，係咪先啊？啲車輪邊係咁車啊，車咗幾多邊啊？呢啲哇大佬，即係咁樣俾佢噏嘢嘅啫。如果唔係車少邊都輸嘅分分鐘呢啲馬啊，佢呢啲馬咧就識咁同你砌。大家都係熱門啫，冇理由一隻馬咁跑，一隻馬咁跑㗎。當然最離奇咧係賽報告，冇乜特別喎，係嘛？問話都冇問喎。當然今日嚟講咧，都想同大家講一樣嘢。賽報告咧近排都好多啲嘢睇嘅，尤其是講嗰啲叫咩啊？我覺得你個騎師咧，判斷錯誤啊，唔應該嗰個段咁樣，應該係咁樣咧。你睇一睇英俊飛區嘅時候，嗰啲都係咁樣嘅。我費事同大家讀啦，呢啲係咪先啊？咁啊好多原因解釋嘅。不過咁佢尤其小組咧，佢講完判斷錯誤之後咧，係冇後果嘅，純粹講唔好意思啊，今次你判斷錯誤，咁有咩用咧？我可以次次判斷錯誤都得㗎，係咪先？你冇後果啊嘛，即係可能話你判斷錯誤5次，停你10日賽嗰啲，佢冇嘅喎，咪純粹係咁查詢下咪算數咯。要輸一隻馬，總係揾到原因去解釋㗎啦，係咪先啊？即係好似三軍勇將嗰啲啊嘛，周教咁死擺頭啊！副咖喱仔話之前我哋都試過好啊，唔好玩啊大佬，係咪先啊？呢啲藉口嚟嘅啫嘛。咁所以賽報告我自己有時即係做賽必須睇賽報告啦，唔係點同大家各位觀眾揾跟進馬嗰啲咧，或者介紹啲流鼻血馬俾大家大碗鑊咯。但睇到呢啲咧硬火爆埋，多餘問嚟係咪先？就算你問咗有咩用啫？你對個騎師冇咩噶嘛？好似威武年代咁樣，咪嗱聲俾佢再跑咯。好啊，係啊，今次又可以有翻位置啊？點樣啊？我上次喺法務局係鳩放啊，吹咩？咁你可以點啊？官場都輸咗錢啦，係咪先啊？咁所以有時候，真係呢個馬會，我唔知佢想點樣。咁啊睇埋新聞啦，又話即係有隻馬本身應該係沈拿跑嘅，跟住馬會就唔俾佢跑，跟住後備騎師係郭能，跟住都唔俾佢跑啊。咁大家知啊，沈拿同埋郭能啊衰啲乜嘢㗎啦，係咪先？結果咧，原來咧你跑外隊馬嚟香港參戰咧都唔得嘅喎，而家唔係話咩嘢喎，係咪先？因為大家知啦。佢嚟呢啲參戰咧係攞個客全一 day 嘅牌咁樣喎，馬會就唔批牌俾你啦。結果你連自己而家國家跑啲馬咧，唔好意思啊，嚟香港參戰咧就不能夠用你。咁啊，其實都幾奇怪啊！呢啲事件都咁當然啦。我都唔知點解決啊呢啲馬呢啲事件啊，因為大家知啊，方丈份人都真係幾咩㗎嘛，係咪先？咁好啦，介紹翻跟住馬俾大家啦。今日嚟講咧，都係眼火爆嘅一日嚟嘅，都屬於，因為有啲熱門咧都係亂咁嚟。但係整體嚟講，潘大哥今日嚟講咧，即係佢都有啲馬都回到50幾蚊嘅，都照搏咁樣嘅，好壞參半啦。今日嚟講，起碼今日嚟講都有幾場頭馬揸手，又好似屌唔晒咁樣咯。當然外眼嘅鏡頭當然係非常之多啦。介紹翻隻跟住馬俾大家，咁呢匹馬咧其實就唔差嘅，或者呢隻馬都我一直都睇緊呢匹馬幾時可以復甦咧？正正嘅第5場13號馬幸運震撼，留意下幸運震撼咧，近排呢幾場場次不斷跑泥地，不斷有飛，1200 9倍，上次1500 12倍冇積㗎，3甲都未入過呢匹馬，點解可以馬咁熱咧？今場34倍，但係咧 Q 位置 Q 佢有落嘅。同大家睇睇個走勢啊，其實佢已經係尾二位置嘅啦。幸運係嗰件彩衣，咁啊其實佢本身冇諗住咁後嘅，因為佢受前面嘅冠寶區咧影響咗佢，打後咗少少，見上咧就難度更加有喺度啦。咁啊阿騎師又攞翻入去咁樣啦，咁啊成件事又唔係好啱跑啊，諗住仲要轉出嚟，嘥少少時間咁樣咯。咁啊當然啦，星火條源其實都大個位，俾咗位你直路衝咁樣噶啦。結果其實佢個勢都相當之可冚上嚟，一邊車落去咧，其實咧。見到啦，不斷都追翻前面啲年年有福啊嗰啲馬喺度噶啦。咁其實呢匹馬咧，相信去到依家咧，其實係有啲用。只要健康穩定咧，呢匹叫做幸運震撼咧，應該係交出到一定嘅能力嘅。留意下，最初由香港落地嗰1200米，其實已經到咗26蚊熱門嚟嘅，擺到明一定係質素高先拍到26蚊啦，跑第4。咁之後再出，喂31蚊輸咗啦，開始就唔掂，因為啲健康有問題啊嘛，你見到咯，啲出賽頻都唔正常。咁啊，而家去到呢時候咧，開始嚟㗎啦，因為體力佢應該賺咗。泥地草地我相信都 OK，如果唔係，個草地都唔會第一鋪咧咁沙撲到26蚊。啲馬咧可以長期跟進，只要健康冇問題，逐次計㗎啦出場，因為佢嘅健康真係的確有棘過啊嘛。所以介紹呢個幸運震撼推介俾大家做跟進馬。